钢筋水泥的都市丛林，光怪陆离的十里洋场，我们就生活在这座城市里，在这个看似什么都有的地方，爱情却成了最顶级的奢侈品。我们不知道自己会爱上谁，不知道自己是爱情的主角还是过客，但我们仍然期待着爱情的来临。成长时光。虽然我已经毕业了，但是身为校友会的主席，我也希望为学校出些力。重建图书馆的事情，不知道我能帮得上什么。这次图书馆重建项目呢，学校想弄一个筹款晚会，除了筹款呢，也是想给像你这样事业有成的校友啊，一个重聚的机会，大家联络一下感情嘛。对，我就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参与呢？当然，当然，既然校长这么看得起我，校友会和我一定尽全力。我倒是有些关系可以邀请一些品牌来进行赞助，像服装、红酒还有手表，都是些年轻人喜欢的东西。能不能不要红酒？当然，当然，我只是提供选择，决定权在学校。好，那就好。快看，彦东啊！幸好吴 amber 不在，注定他没颜色。好帅啊！彦东来学校了，在礼堂大厅。他来学校干嘛？不会找我哥的吧？不像啊，他跟蓝老师在一起呢。听不清说什么。我家 amber 英东来了。大公主你又来了，就知道讨好安本公主啊！英东来了。他在哪？刚才在礼堂大厅。没想到回一趟学校能遇到你。听说你常常不上课。一个满世界飞的空中飞人，一个传说中的旷课达人，我们俩这样也能遇到，是不是很有缘分啊？下周我爸在泰国的新酒店开张，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参加剪彩仪式？我想我没有时间。超人也要度个假啊，你就当是玩一趟也好嘛。上个月我已经去过泰国了，待腻了。那瑞士，下周我爸要在瑞士开3周年庆典。从5岁起，我每年都去瑞士滑雪。那太好了，那一起去吧。
但是现在我已经不喜欢滑雪了。对了，听说星期六你要办 party， 也许那天我会有时间。party 是在上海吗？你在哪，我们的 party 就开在哪，你一定要来。不。去皱的，买白的，补水的都送你了。真的，公主你太大方了。这么多新衣服啊！这些都是过气的衣服，过气？你随便拿几件吧。你这件衣服一次都没穿过，你就拿到爱妃，也太浪费了。过季的衣服都是福源，你什么时候见过 Amber 把福源穿在身上？小俏，哎，这些衣服全都送到阿菲亚吧。还有，我最近功课都是你帮我做的，签到也是你帮我签的，这些衣服都送你了。这些都送我啊！哦，天哪！你喜欢哪件随便挑吧。我喜欢这个粉色的包，送你了。哦，你去查清楚运动来学校的目的。放心，一定完成任务。哟，按耐不住对我的思念过来找我了呀？哎呀，把你的脏手拿开，臭不要脸！装什么装？又不是没好过。啊，我告诉你啊，千万不要再爱上我，一次已经够了。我怕你承受不了再次对我的迷恋。你这么一说，我倒是可以考虑一下，在我结婚之前，怎么也得让你伤心一次，要不然难解我心头之恨。好啊，什么时候啊？明天吧。言归正传，我今天来呢是想……不用问啦，我知道你要问什么。3个买家出高价帮我买这条消息，我都没出货。独家保留给你的。没有利用价值了。你们现在看到的是最受欢迎的超级帅哥华佑希，他英俊潇洒，天资聪颖，消息灵通，无所不能。他是全教同学院难题式的福音和救世主，他就是区区才杀我了。哎，谁打我啊？打扮这么漂亮，穿给我看的。他是美宝，虽然不是小花名，但他却是博汉大学活泼开朗的校园甜心。白天在学校是品学兼优的啦啦队队长，晚上则在名叫抱抱吧的酒吧打工赚学费。睁开你的小豆眼，看清楚了，我哪天晚上不漂亮？这么多天没见了，有没有想我？来，说挂给我。你是谁呀？我怎么不记得你了呢？有性格。喂，是我，下班了吗？还没，找我有事吗？我刚下课，今天星期五，我想问问你有没有时间，能不能来接我一下？因为今天很难打车，微微的电话呢又打不通。没问题，那你等我30分钟可以吗？好的，一会儿见啊。看那边的女孩，好漂亮啊！你不认识她？万佳啊？她就是万佳，那个美术学院的万佳，难怪你跟 Amber 情侣2大校花呢。你觉得她 Amber 谁比较漂亮？我觉得他们好像类型不同吧。像 Amber 的话，感觉就是天上的，而万佳是我们人间。就像你们刚才听到的，万佳是与安本齐名的博汉校花，
他虽然出身普通家庭，但身为艺术系的高材生，清纯气质自然与众不同。如果说 Amber 是高高在上的公主，那么万佳就是能激起男生们保护欲望的灰姑娘。那你选呢？我当然是两个都要。我不要，我要看美女。本公子驾到，还不接驾？康薇薇，人称康公子，武汉大学有名的女汉子。虽然长相不差，人缘极佳，但无奈性格太过豪爽，让大家忽略了她的性格。唯一女性化的地方就是她的厨艺堪比5星酒店大厨，这也让朋友们得到了不少的福利。你怎么来了？你不是去机场接你哥了吗？我是去机场接我哥了，但是我接完我哥又急忙来接你了。怎么样，饿不饿？给你做好吃的。好啊，可是什么？原来我不在，你还召唤了别人啊？康公子，你也来接晚佳？佳佳，选择一个吧，是选我康公子呢，还是选定一哥呢？别选错。这是我哥韩定一，外表继承了我家优良的基因，性格却是典型的老实人。曾经为了贴补家用休学2年，现在跟我是同级生，一边读书一边经营着英东投资的花店。上网看洛伊的微博。该。哦，谢谢。你哥来上海拍洛伊的广告了吧？嗯。你怎么知道？那么神？手机报都登了，还说你哥跟洛伊有绯闻呢。哎，洛伊本人好看吗？当然好看了，不然怎么能拍国际大广告呢？我哥可是浪子导演，拍哪一个项目传出绯闻那是很正常的事情。你看这张照片，还是小时候你哥带我去公园玩的时候拍的。这一眨眼都多少年过去了？哎，你哥现在变样了吗？变了，变帅了。真的假的？问你个问题，你是不是看上我哥了？那我问你，你希不希望我看上他呀？当然希望了。你要是跟我哥在一起，那你就是我未来的大嫂，那我们就能永远在一起了。哎，对了，你喜欢什么类型的男生啊？我啊，不知道。怎么可能不知道啊？你不想告诉我？真的，可能我还没有遇到这个人吧。今天在校园偷拍他。晚佳？让我看看。拿过来。什么？拿给我。100块。我是你哥，你连我的钱都挣。这照片旧清晰，角度又好，专业程度堪比国仔队的，100块你还嫌贵啊？你呢？你喜欢什么样的？我喜欢帅的。这话是。给你看一个照片。就他，英东。对啊，三俗，全校女生都喜欢他。我给你看张我哥的。
什么特别有自信的说？我觉得挺帅。你看，你看人家这眼神，犀利，懂不懂？跟你挺像的。那当然，我们可是兄妹。这样吧，尤喜，我给你20，你也时尚点啊。拿来啊！不，20块，你打发要饭了的。这样吧，你选吧。要么你买回去独家收藏，要么我卖给学校 BBS 放在网上人人共享，反正都是100块，我赚谁的不是赚啊？既然来了新朋友，那我们就玩拼音器吧。好吗？好。这个游戏叫 Kiss Game， 在场的每个人呢都要抽一个号码，抽到相同号码的2个人必须当众 kiss， 而且是1分钟。哦，好刺激啊！哎，要不要玩这么大呀？不管是谁，只要抽到相同的号码，都得 kiss 啊。1分钟时间太长了吧？20秒就够。你要不喜欢5秒钟也可以，喜欢的话5分钟也成，大家自我判断吧，好不好？来吧。我信不过你这臭小子，我建议换一种抽签方式。你怎么事儿这么多呀？你怎么那么着急？被我说中了？我们在所有蓝色的牌上写上男生的名字，然后女生来抽，这样就可以确保万无一失了。你们说怎么样？没问题啊。开始喽。好紧张啊！谁先来第一张？你这张了，你先来吧。来，我看。哇哦！快说是谁呀？哎，等等，是谁啊？哪里？哎，左边来，左边抽。华佑熙，太巧了！怎么就这么巧？我说要抽号码，你非要抽名字，怎么样？天生注定的。来吧。来吧！亲一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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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死就死，谁爱谁啊？亲一个。下一个谁呀？别光看我。对啊，下一个谁啊？没把先。为什么是我？你呀，一样，来，玩游戏嘛，开心就好。快点亲啊！就是啊，你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好掉位。
下一对是你们谁啊？谁吧？谁呀？佳佳吧，来吧，温佳到你了。快点啊！哪个选呢？王子。佳佳，你也太好命了。真好，快去快去快去！万佳，你好幸运啊！爱情就像这个 Kiss Game 一样，你心向往的并不是你最终拥有的。你看，这个晚上，爱神就跟大家开了一个小玩笑。哟，起那么早？知道您刚从西班牙谈完生意回来，怎么着也得陪您跑跑。老爸的行动都了如指掌啊，没白疼你。谁让您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啊！有一天你会长大的，长大以后啊，就会有自己的亲人了。你想说什么吧？那个事儿怎么样？让你负责那广告。不是很顺利，遇到一些小麻烦。吴玉婷的酒店不肯借给我们拍摄，说是怕客人投诉。儿子，你记住，生意场上啊，事在人为。让你成事的是人，坏你事的也是人。这规则背后就是人在做事情。所以你听我的劝，把罗伊换掉吧。这样子的话，可能会有很多的好处。什么？我还没有回国，就已经知道你们的绯闻了。你想啊，吴雨婷能看不出自己女儿看上你了吗？如果她要帮她的话，她那刁蛮公主怎么能放过她呢？你想想。这做大事的人怎么能公私不分呢？到底是谁公私不分呢？那广告原计划就在上海拍的，可现在呢？你说你突然改拍摄地点了，有没有私心？爸，我跟洛伊大学时候就认识了，他现在是当红明星，我看重的是他给品牌带来的价值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一线明星又不止他一个。你听我的话，把他换掉之后啊，吴雨婷的宾馆场地什么的，一切就迎刃而解了，真的。我考虑一下，一定会有办法的。哦，你和安保什么情况？现在在发展吗？我喜欢的人又不是他。你以为我和你谈感情问题呀？我跟安保，我把她当妹妹一样。我知道，但是你记住，生意场上啊，重要的不是谋略，而是利益平衡。走了。上海真漂亮。洛伊小姐，楼下还有几束刚送来的勿忘我，一会儿给您送上来。那先不打扰。最新消息，洛伊学姐已经到上海了。我看新闻说，她跟那个广告导演康子睿谈恋爱。你们以为洛伊那么好追啊？华游戏，你有内部消息？我的消息从来没有免费的，想知道就付钱喽。你们怎么一天到晚没有正事，就知道八卦？尤其是华有戏，还敢拿八卦卖钱啊？老师心情不好，相亲失败了。他最近没去相亲呢。你别再想杨老师了，她都嫁人了，这年头痴情男是没有好下场的。感情上的事儿呢，不是你们现在能懂的，不是所有的感情都能放得下。你们把精力放在学习上。你们太不厚道了，蓝老师，你情商还没恢复呢。别多事儿啊。像不像我？走喽！大头儿子。
昨天晚上发来的。这2天降温了，上班路上多穿点，冷。干什么呀？这都嫁人了，生了孩子了，还给我发这种短信，你不是？我就想知道这样的女人她现在到底什么心思啊？一句话，贱。谁她呀？你。来，喝杯红酒吧。我不喝红酒。哦，就因为小晴的老公是卖红酒的，你连红酒都不喝了？对，就因为这个，我不喝。我告诉你啊，这酒可挺贵的，你不喝也算你的。我觉得其实现在小晴心里还是有我的，真的，只不过是现在可能后悔了，嫁人又不太好意思直说。我今天早上在那个阳台上看见以前我们俩种的那个铁树开花了，这是一种寓意。还铁树开花呢？人家孩子都生了，婚都结了，我看你真是够贱。韩老师啊，这个俗话说得好呀，水之清则无鱼，人之贱则无敌呀。您只要见到极点，那也是一种境界，是不是？我学生在你这儿打工就给教成这个样子啊？去，这没你什么事儿。哎，一定哥来了，一定哥。哎，妈，老师。儿子。哎，妈，我有事跟你说。我有事跟你说，妈，你看这短信。哎，你帮我看看怎么给他回一封。妈，小舅下个月就来上海了。行，知道了。哎，你是想让我写柔情点儿、甜蜜点儿，或者狠一点儿，还是煽情一点？有没有那种就是能让他希望回到我身边的那种？哼，我呸！自个儿写吧。到上海了，看到勿忘我了吗？下午到的。有时间吗？好久没见，出来坐坐。明天还要跟拍摄广告的老板见面，不想分心。那就早点休息吧，上海的老板很难应付的。晚安。晚安。喜欢吗？没想到老板是我，是不是以为是一个很胖又秃顶的糟老头啊？我现在终于知道，我这支广告为什么要回上海拍。意外吗？如果我跟你说，我早有预感，你信吗？Amber， 我把华有希叫来了。嗨。你的消息网是只在学校管用吧？错，是全上海。我要的任何消息你都能查到吗？当然了，特别是为了你。对不起啊。你还是省省电吧。我对跟我不同阶级的人从来都不感兴趣。既然你这么能干，那查康子睿应该不难吧？康子睿，你换目标了？一个亲过公主的男人，我们当然不能对他一无所知。那个吻你那么在意啊？我在不在意不关你的事，我只要你帮我查他的工作、他的身价、他的能力、他的人际关系，他喜欢谁，谁喜欢他，甚至他多看了谁一眼，我都要知道。
只要是关于康子睿的料，你要多少钱我都愿意买。这信息量太大了吧？学校还有好多同学翘首以盼的等着我给他们办事儿呢。这些工作你都暂停一边吧，你的损失我来弥补。要多少钱？你说。5万，好啊，我让小俏。关于拍摄地点，我决定更改了，配合珠宝的热情、美丽，我们将拍摄地点改到巴厘岛。啊，又改到巴厘岛了？真没想到会是这个地方。英先生定到巴厘岛，会有什么特殊原因吗？这源于我大学时代对一个女神的承诺。巴厘岛吗？你想去那儿旅行？我从小就有一张巴厘岛的明信片。我想去看那儿的美景，了解那里的故事。以后找个机会组团带你去。为什么？想看到你笑。可是，广告马上就要拍了，你这么仓促的说要换地方，导演之前已经做了大量的前期工作了，包括看景还有分镜头。你这样说改就改，可以吗？怎么不可以？我相信康导的能力。康导，这点小小的转变为难不了你吧？英先生，你放心，这次能去巴厘岛拍摄，对我的事业也是一种提升，这个难不倒我。不过我还真的应该谢谢你，对大学时代的回忆这么有承诺感。Beat my dog! It can't be the way! It's chocolate! Go! Go! It can't be my damn friend! 他是女人呢。哎，服了你了，走吧走吧，咱就傍着这款姐去购物。去购物了。你身上的味道我一直记得，从来没变过。
真好，你竟然还记得。在这里，我就会想起以前那些单纯美好的小幸福，整个人就会轻松很多。但有些事情已经过去了，让它过去吧。所以，你有选择。我还在。可以答应你一件事情吗？你说。忘记我。喂，陪我去趟巴厘岛。去巴厘岛？为什么？想让你享受一下阳光、沙滩，你不会拒绝吧？来了这么多天了，也没时间陪你。晚上带你去看当地的歌舞表演好吗？6点半，我在酒店的婚礼堂门口等你。就要走了。昨晚睡得好吗，林总？哎，来，给。哎，薇薇，你的包呢？Can I get 5 cups of coffee？ 完了！干嘛去啊？Have you seen a blue bag over there? No, sorry, bag, blue bag. No. 有没有啊？放哪儿了？我看明明就放在这儿的。怎么样？找不到。哎，又吸回来了。你那儿呢？完了，袋子找不到了。康薇薇，你真是一混蛋！王永熙，听说你跟洛伊去巴厘岛拍印度的广告了。我靠，真的假的？你小子走的什么狗屎运啊？为什么你能去啊？我和安本、薇薇万家都去了，我怎么就不能去啊？放假期工解决，懂不懂？就你，谁信啊？这种好事儿怎么不带哥们我？哎，来点劲爆的吧。洛伊真的是印度的初恋吗？是不是不重要，反正已经怀孕。什么情况？安本攻陷王子了？以你们这种 IQ 都猜得到，我的情报还值钱吗？这个是惊天爆料，别等开学才发现自己 out 啦。这么多人，你认不认得出哪个是小舅？我说你这脑子真的是白长，脑子里除了女人，你还有什么呀？你有毛病啊！什么还无有教训？你这么多年了，老三头老母猪的重孙子都该五代同堂了，小舅还没变化。就算你不认识小舅，小舅可能不认识你吗？你瞎操什么心呢？哎，那可不一定啊！我早就比当年帅个6、7、8、9倍了。是吗？不过也没关系，我帅的纵容一切，放在哪儿都是最打眼的。你呀，是家族里边最劣质的一个。劣质？啊，小舅！喂，小舅！第一，
秀熙，好久不见了。姐呢？妈的啊，妈她那个白天在珠宝店上班，晚上还要打理酒吧的生意，所以没有时间。哦，好。我拿行李啊。好，那你就挺饿了吧？咱们去吃好吃的，我请客。好啊，那个香里拉威斯汀 Four Seasons 随便选，他喜欢。随便吃。何舅，我们晚上吃大排。可以。啊，老魏，大排档没妞啊。不知道他看见我的广告会不会来找我呢？